自2025年1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福师的传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利未记第9章第10到24节。到第8日，就是受祭礼了后的过日，摩西召阿伦甲伊的囝以及以色列的长老来。摩西对阿伦讲：你着牵一只牛犅仔做赎罪祭，一只绵羊做烧化祭，拢着无下罪的献互上主。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，着取一只无下罪的山羊犅做赎罪祭，搁取无下罪一岁的牛仔囝甲绵羊仔各一只做烧化祭。搁着取一只牛犅甲一只绵羊犅做平安祭，甲超油的素祭做伙献互上主。今仔日上主要对恁显现。安尼，因照摩西的命令，将这个带来会幕头前，全体会众拢换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摩西讲：这是上主的命令。恁照安尼做，伊的荣光就要对恁显现。摩西对阿伦讲：你着来祭坛前，照上主的命令，献你的赎罪祭甲烧化祭，为你家己甲人民赎罪，搁献人民的祭物为因赎罪。阿伦就来到坛前，杀迄只为伊家己做赎罪祭的牛犅仔。阿伦遐个囝芳血互伊，伊就用砖头仔运血，抹伫祭坛顶面4支翘起来的角，将剩的血倒伫祭坛骹。伊搁照上主命令摩西，将赎罪祭的油、药脂甲干的梦西下伫坛顶烧，搁将肉甲皮摕去营外烧。阿伦搁杀烧化祭的精生，伊遐个囝芳血互伊，伊就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伊搁将烧化祭精生的头甲一块一块的肉摕互阿伦，伊就甲这个下伫坛顶烧。伊搁洗腹内甲大腿，下伫祭坛顶烧化祭的顶面烧。阿伦搁为着人民献祭，伊牵迄只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山羊犅来，甲杀，然后献做祭物，做法甲献头前迄只相款。伊嘛照规例献烧化祭。早起时的烧化祭以外，阿伦搁献素祭，对迄中间糜一杯面粉，下伫坛顶烧。伊搁杀牛犅甲绵羊犅为人民献做平安祭。阿伦遐个囝芳血互伊，伊就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伊搁摕牛犅甲绵羊犅的油、肥、下尾、腹内的油、药脂甲干的梦西互伊。因将这个油下伫香坎肉顶面，阿伦就伫坛顶甲油烧掉。阿伦将这香坎肉甲正平的大腿摇摇的做祭物献互上主，拢照摩西的命令做。阿伦献赎罪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了后，向人民举双手甲因祝福，伊就对祭坛落来。摩西甲阿伦入去会幕内，搁出来甲人民祝福，上主的荣光对人民显现。有火对上主的面前出来，烧坛顶的烧化祭甲油，全体人民看见就欢呼，趴伫涂骹敬拜。福师的传承。近年来是台湾历史上上丰裕的时代，伫经济上
国民所得和股市交易量不断创下新高。伫医疗照护上，台湾的全球医疗照护指数连续5年蝉联世界第一，国人平均寿命也逐年提高。总是秒表上下要潜藏一寡问题，因为房价和生活费用悬，少年人大半处踮忙碌和焦虑中，无暇顾及其他的代志。因为安尼，教会普遍拄着长职团契干部效价无人的困境，服侍的传承变成教会发展的一大隐忧。今日的经文所述是摩西最后一次以祭司身份进入圣幕，也是亚伦首次正式以大祭司身份从事圣职。摩西是上帝所拣选，带领以色列人行往应允之地的领袖。这时，摩西调集亚伦和伊的囝到圣幕前，将圣职的服侍交予因。亚伦伫伊的囝儿协助下完成献祭。当摩西和亚伦进入圣幕，搁再对遐出来，事奉顺利交接。上帝会荣耀众人显现，表明上帝喜悦因的献祭。承接圣职服侍的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段叙述诚侪服侍者传承的重要典范。利未记的内容主要是旧约时代关系祭司服侍的条例。对迄中间通看到上帝呼召无同的人，一代一代传承圣职的服侍，无同的世代对服侍的认知难免有所差异，因为安尼服侍的传承是教会的重要议题和挑战。圣幕是以色列人伫旷野敬拜上帝的中心，佮对着以色列人做伙调往应允之地移动。以色列人对圣幕的献祭佮敬拜经历上帝同在的美好。上帝的荣耀显现伫圣幕，对伫旷野漂流不定的以色列人来讲，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佮安慰，互因确信上帝是因的倚靠。伫圣幕的服侍是祭司的职责，安尼的使命并毋是一个人，也是一个世代所会当独立完成，是无共世代的服侍者接力传承完成的。传承是一个团体是毋是会当永续存在的重要课题。譬如讲2024年的巴黎奥运，咱看到台湾有袂少经验丰富的老将上场，佮提携少年的新人接棒，成就世代传承的佳话。回头来看，最近这几年，袂少教会伫咧选中职时，有真侪正直壮年的信徒毋愿受选，显出服侍传承的困难。这背后有真侪值得讨论的原因，是教会必须共同积极面对的问题。传统的长老教会，大部分的服侍差不多拢落伫中职身上，致使少年辈的人对这份感觉却步。安怎鼓励信徒参与服侍，互无共年龄层的人拢会当伫服侍中找回热情，佮共同承担事工，是今仔日教会的挑战。对摩西和亚伦的服侍传承，通看到一个成熟的服侍者需要经过时间的培养。安怎互服侍者代代传承，是今仔日教会需要学习的功课。历想，假使我互
列入教会中一选举名单中，我的反应是甚物？假使我互列入教会中一选举名单中，我的反应是甚物？咱来祈祷。好着人甲你同工的上帝，恳求你，互我明白你对我的呼召，互我对这个世界和我所属的教会有服侍的热诚，互我愿意委身其中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